如果有留意近日嘅新聞，就會發現日本近日發生咗多宗紅人襲擊人類嘅事件。截至2025年嘅10月底，已導致全國10個人喪生。呢個係自有記錄以嚟最嚴峻嘅記錄。過去多數會住喺深山樹林入邊，但而家佢哋竟然堂而皇之咁走入住宅區同埋市中心。呢個係自然界嘅反撲，定係人類同野生動物嘅界線已經徹底咁崩解呢？歡迎收睇今集嘅真相首期，我係啫喱頻道嘅阿威。喺2025年，根據日本環境省嘅最新統計數據，全日本已經記錄超過172宗紅人襲擊人類嘅事件啦，其中有10個人不幸身亡，多達160人受傷。呢一個數字遠超過任何一年，比起2024年嘅數值更加超出咗1倍。重災區主要集中喺東北地區，例如係秋田縣、岩手縣同埋山形縣。呢啲地方目擊紅人出現嘅數量暴增至數千宗。例如喺山形縣，截至10月19號就累計有1673宗紅人出沒嘅報告，比起2024年全年嘅數字仲要多出5倍。更有資料顯示，有位網民喺社交平台公布咗一張全日本紅人傷害人類嘅地圖，即係話如果有紅人事故嘅話，佢就會畫咗喺嗰個地圖入邊。至於地圖顯示，日本本州同埋北海道幾乎係全面染紅嘅，淨係九州同埋沖繩兩個地方仲未傳出相關嘅警訊。而呢一個浪潮嘅嚴重性唔單止係僅僅嘅數字，而係佢嘅蔓延嘅速度。過去紅人傷害人類經常都會發生喺農村嘅邊緣或者係樹林嘅邊界，但係直到2025年，事件就慢慢咁滲透到都市嘅邊緣，甚至係核心嘅地帶。喺東京嘅青梅市等嘅郊區亦都發現紅人嘅蹤跡，顯示呢個野生動物同埋人類棲息嘅地方嘅交界正喺度急速咁模糊。點解到咗2025年會特別嚴峻呢？係氣候變化嘅推波助瀾啊，定係森林嘅資源正喺度急速咁消耗？呢啲嘅疑問引領我哋探討紅人嘅行為嘅變異。佢哋由住喺森林嘅巨大生物，而家已經係近在咫尺嘅生命威脅啦。回顧以前嘅歷史，日本嘅紅人主要係本州黑熊同埋北海道棕熊。傳統佢哋會以森林為家，好少同人有正面嘅衝突。但係到咗2025年呢個趨勢，標誌住一個嘅轉捩點。專家觀察到紅人嘅活動半徑正喺度急速向人類聚居地去延伸。例如喺秋田縣環首市同埋由利本莊市，紅人不斷咁出沒喺鄉間嘅小徑，更加頻繁咁現身喺地鐵站周邊同公寓嘅樓宇附近，逐漸成為常態。森林綜合研究所嘅資深研究員大西常樹直指，我哋已經步入全新嘅階段，人同埋紅人嘅衝突嘅模式徹底改變咗啦。經過佢哋嘅研究，發現原因顯而易見，氣候嘅異常導致山毛櫸堅果等嘅主要食物逐漸失收，迫使紅人落山揾嘢食。同一時間，人類開發擴張，侵佔咗佢哋嘅棲身之地，城市嘅垃圾場同埋果園豐收更加成為利誘之處。佐佐木俊上等嘅生態學者更加警告，紅人正透過反覆嘅接觸，學習緊人類嘅弱點。佢哋發現呢啲雙腳嘅生物並非唔可以挑戰嘅對手。呢啲生物嘅生活習慣嘅轉移，會唔會令到防衛性嘅攻擊演變成蓄意嘅捕獵呢？以下我哋會透過幾個嘅案例，話俾大家聽佢哋有幾咁恐怖啦。2025年10月20號，秋田縣嘅湯澤市原清水地區上演咗一場噩夢大屠殺。喺短短1個鐘頭裏邊，4個嘅男人相繼成為咗受害者。一個63歲嘅男人喺街行嘅時候，突然間背脊受到襲擊，多處有撕破嘅傷痕。
一個帶狗散步嘅男人右臂受到重傷，70歲嘅保安喺酒店嘅停車場受到襲擊，鎖骨骨折。最後一個65歲嘅居民喺屋企嘅門口被咬傷腳踝。警方封鎖咗現場，紅人甚至衝入到最後一個受害者嘅住所入邊，直至第二日嘅清晨仍然未離開。當地嘅警察緊急部署部受傷 JR 湯澤車站附近為戒嚴嘅區域。同一日，富山縣立山町一個80多歲嘅婦女喺倒垃圾嘅時候遭到紅人推倒而受傷。喺一個禮拜之後，岩山縣一關市岩尾町再度傳出慘案。10月27號嘅上午，警方喺住宅範圍發現咗一具遺體，身上布滿爪痕同埋咬傷，懷疑係紅人襲擊致死，死者嘅身份尚未確認。事件發生之前，秋田縣東城瀨村喺10月24號發生咗4個人遇襲嘅事件，一個男人當場死亡。而另一邊廂，秋田縣一個38歲嘅男人為咗保護70歲嘅鄰居夫婦，挺身而出，最後係俾紅人抓傷咗面部同埋身體，最後重傷不治。呢一類嘅紅人連環嘅襲擊，唔止構成咗身體嘅傷害，更令到社會播下咗恐怖嘅種子。呢啲事件嘅背後隱藏住幾多深層嘅生態警訊呢？以下我哋就睇下專家點樣分析呢啲嘅事件。生態嘅研究者嘅結論令人不寒而栗。佢哋話本州黑熊歷史上係極少食人，但係2025年岩手縣連續3單紅人襲擊人類嘅事件顯示，佢哋嘅行為模式好似有所蛻變啦。佐佐木俊上比喻啦，一旦紅人透過食過人類嘅遺體，嘗試食到人肉，咁佢就可能養成咗食人嘅習慣，而呢個嘅習慣冇可能翻轉頭。而大西上樹補充，紅人嘅學習能力係不容小觀嘅，佢哋係從經驗中領悟人類唔係天生嘅敵人，而係潛在嘅容易捕獵嘅獵物。如果呢個趨勢持續嘅話，傳統嘅防範工具，例如係驅趕紅人嘅鈴聲，可能會反被成為吸引嘅信號，引嚟更多不速之客。氣候嘅加劇成為咗另一個嘅轉變，地球逐漸升溫，延長咗紅人嘅活動週期。喺森林同埋山上邊缺乏咗食物，令佢哋需要落山揾食。根據秋田縣政府嘅數據顯示，2025年紅人傷害或者殺死人類嘅案件大概有54宗，目擊發現佢哋出現嘅有8000宗。專家呼籲立即移除果園上面啲果實，更加要嚴格管制垃圾丟棄嘅時機，先至能夠阻斷紅人嚟到城市嘅誘因。但係當紅人將人類視為新嘅食物鏈嘅時候，呢啲嘅措施係咪足夠呢？10月26號，秋田縣嘅知事鈴木健太喺社交平台公開作出求援，坦言地方嘅人力已經到達極限㗎喇，現場人員身心俱疲。佢計劃喺10月28號同防衛省會晤，請求自衛隊介入。呢個係包括研究阻擋紅隻進入居民住所嘅方法啦，運送捕獵紅人同埋物資，甚至係協助居民疏散。防衛省嘅官員初步同意，但強調不涉射殺，佢哋只係會作後勤嘅支援。呢個係紅人傷害人類史上首次要動用軍事資源，標誌住危機已經升級為國家級嘅挑戰啦。全國嘅層面，環境省發佈咗亞洲黑熊出沒嘅警告，覆蓋咗全境，敦促居民要避免單獨外出，並推廣紅人襲擊之下嘅生存指南。遇襲嘅時候，千祈唔好逃跑，最好就蜷縮身體，雙手保護頭部。如果真係要反擊嘅話，就要打開個鼻或者係眼。當呢啲嘅措施一一咁實行嘅話，究竟日本嘅民眾可唔可以扭轉呢一個嘅局勢，令到危險減級呢？2025年紅人傷害人類嘅事件，唔單止係野生動物嘅咆哮，
更係人類同自然嘅界限崩壞嘅警訊。佢提醒咗我哋，氣候嘅變遷同埋開發嘅過度，正喺度將呢啲嘅危機逐步推前。我哋係咪要需要國際合作，強化森林嘅保護或者係監測嘅系統，令到呢啲嘅危機逐步減退呢？正如大西常樹所講，人類同熊人嘅衝突嘅終極嘅解決方法，就係點樣學習共存啦。2025年，日本發生咗一場真正嘅噩夢。截至11月7號，日本各地已經發生超過100宗熊襲擊人嘅事件，13個人不幸喪生，遠超過2023年嘅6個人，創下咗歷史嘅新高。熊出沒嘅次數更暴增至6倍，高達8000多宗，甚至連東京都已經淪陷咗啦。點解熊會變得咁兇猛呢？今日我哋就回顧9年前秋田縣最恐怖嘅十和利山熊襲擊人嘅事件，睇下呢半個月入邊奪走4條人命嘅慘案，對今日日本嘅熊災有冇啟發？大家好，我係啫喱頻道嘅阿威，歡迎翻嚟收睇真相首期。2025年日本熊害嘅事件簡直係前所未有嘅災難。根據環境省嘅統計啦，從4月開始，全國熊襲擊人導致死亡嘅事件多達13個人，170多人嘅受傷。呢個係自2006年紀錄以嚟最高嘅數字。熊出沒導致報警超過有2萬多宗，連商業區同埋民宅都遭到襲擊。新社縣、岩手縣同埋秋田縣係最嚴重嘅地區。而家嘅秋田縣甚至要部署自衛隊去協助去獵殺嘅。點解熊會大舉咁入侵人類區呢？專家分析，主要原因係氣候變遷同埋森林嘅食物短缺。熊主要食嘅櫻桃同埋漿果喺今年大失收，令到飢餓嘅熊人唯有下山去覓食。加上日本嘅獵人減少，導致熊群嘅數量激增。結果就導致今年咁多熊襲擊人嘅事件啦。美國國務院更加罕見咁發出咗野生動物警示，提醒遊客要小心。咁不如我哋而家就回顧翻9年前喺秋田縣發生過一件令人難忘嘅熊襲擊人嘅事件。十和利山位於秋田縣嘅鹿角市，海拔990公尺，周邊係茂密自然嘅樹林。呢度本來係當地人採摘筍嘅聖地，而且佢有住非常靚嘅風景，所以都係一個熱門嘅旅遊勝地。靠近住十和田湖，風景如畫。但喺2016年嘅5月，呢一片嘅山林就成為咗熊人襲擊人嘅狩獵場啦。短短喺半個月入邊，有4個人死亡，3個人重傷。日本史上第3嚴重熊襲擊人事件就喺度爆發啦。秋田縣嘅黑熊數量本來已經非常之多啦。雖然喺夏天食物係唔會短缺，但係唔知點解呢一班熊群就突然間行為好異常。佢哋唔再滿足於野果，更加將人類變成咗獵物。呢個唔係一個單一嘅事件，而係多隻熊聯手一齊去襲擊。日本嘅專家認為事件係非常之罕見嘅。事件發生咗之後山區需要短暫去封鎖，但仍然有一啲想食筍嘅人冒險上山，令到呢個危機雪上加霜。而家我哋一步一步咁走入去睇下呢件事件。5月20號，當地一名中年嘅男人獨自走上山去採摘一啲嘅山菜，當晚佢就失蹤咗啦。第二日，採救隊就喺山腳發現佢嘅屍體，全身布滿咗啲咬傷同埋爪嘅傷痕，面部已經嚴重毀容，顯然易見係俾黑熊活生生咁咬死嘅。警方初步判斷呢個就係熊襲擊人嘅事件，但係冇諗過呢個只係事件嘅開端。隔咗2日之後，即係5月22號，一對嚟自秋田市嘅退休夫妻上山散步，突然間一隻熊媽媽帶住3隻嘅細熊突然間撲出嚟，
丈夫咧試圖去保護佢嘅老婆啦，但係被熊爪劃開咗嘅腹部，當場喪生。老婆好好彩咁走甩咗。佢接受訪問嘅時候話，嗰啲熊目露凶光，好似惡魔一樣。5月29號，一個年輕嘅女遊客上山採摘筍嘅時候，遭到熊嘅襲擊，條頸被咬斷咗，當場死亡。6月4號，有一名當地嘅男性農夫，佢喺山林入邊工作，遇到襲擊，屍體咧係同樣慘不忍睹嘅。短短嘅半個月入邊，4條嘅人命就咁樣失去咗啦。山區咧彌漫住恐怖嘅氣息，當地嘅居民咧都唔夠膽走上去啦。學校停課，媒體咧稱呢個事件咧為十和尼山嘅黑熊恐怖。但更驚人嘅係後續嘅發展。事件蔓延到6月10號，當地嘅獵人組織咧終於行動啦。佢哋射殺咗一隻體重約110公斤嘅熊媽咪。當將佢解剖之後咧，結果令人震驚。佢嘅胃入邊塞滿咗人肉嘅殘渣，包括係一啲骨頭嘅碎片。專家推測呢隻熊嘅媽咪咧已經養成咗食人嘅習慣，即使係夏天喺山林入邊，食物係非常之充足，佢咧仍然視人類為主要嘅食糧。而更可怕嘅係呢隻熊嘅媽咪帶住3隻熊 BB，3隻嘅熊仔咧從細咧已經目睹住媽咪咧食人，極可能咧繼承咗呢一種恐怖嘅食人習慣，長大後咧變成新一代嘅食人熊。而事實證明，5日後即係6月15號，另一隻黑熊咧襲擊咗一個4人採山菜嘅小組，造成咗2個人嘅傷害。調查顯示，事件咧涉及至少咧2隻以上嘅熊。日本史上罕見嘅熊群食人嘅模式，更有人話媽咪熊喺繁殖期嘅時候被目擊同一隻公熊一齊，暗示咧山林上邊整個嘅熊群都已經習慣食人肉啦。事件發生咗之後啦，當地要進行封山，但係遊客仍然係偷偷咁入去，導致隨後咧都有啲傷亡嘅事件。2023年，秋田縣咧發起咗大規模嘅獵殺熊嘅行動，擊殺咗數十隻熊，但係隨之嚟咧就引發咗動物保護嘅團體抗議。但係官方認為呢個行動咧係必要嘅，畢竟潛伏食人嘅熊威脅實在太大啦。以呢件事件作為借鏡，我哋得出今年熊襲擊人嘅根源。熊群數量失控，佢哋嘅食物鏈斷裂，加上人類咧不斷咁入侵佢哋嘅棲息之地，所以專家呼籲咧加強熊類嘅監測，恢復獵人嘅制度，並且教育遊客要有一定嘅防熊技巧，例如見到佢哋嘅時候要發出一啲嘅噪音，攜帶住一啲嘅響鬧裝置。現階段日本政府咧已經授權警方用步槍咧去射殺熊隻。但係不斷有熊襲擊人嘅事件呢，導致日本嘅旅遊業都有一定嘅影響。今集嘅內容就嚟到呢度啦。如果大家中意呢一類嘅分享嘅話，不妨留言話俾我哋知。中意嘅話俾個 like， 分享出去，訂閱埋我哋嘅頻道，撳埋個鐘仔，一有最新嘅內容呢，就可以即刻通知你噶啦。仲可以訂閱埋我哋其他嘅社交平台，包括係 Facebook、IG 同埋 Threads 嗰度咧有啲額外嘅資訊咧，可以提供翻俾你哋嘅。我係啫喱頻道嘅阿威，我哋下集真相首期再見啦，拜拜。